后来过来讲高雄的码头山，嘛互不少的业者偷倒就青动的有害的事业的废弃物。有环保团体透过仪器来检测，发现这个汞的含量高达4万外，甚至锌、砷、镉这化学的元素含量嘛拢真高。高雄市环保局特别出面来驳回，讲这环保团体是用非标准的方法来检测，这真会造成民众的惊恐。我今天有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哈。送小礼物予环境部光环，拍开是高雄码头线图，在山庄附近，而且爆发大规模的废弃物。民众和台南社大环境小组早检测仪器到场，结果所发现汞的含量侪要4万外，还有高含量的阿盐、锌、含氪。款团的真烦恼，有染未经过雨水冲洗，已经流入溪下和土骹下底。也是在水源的上游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政府、我们的环保机关居然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怠慢哈，我们也觉得很遗憾的，就是说高雄市环保局，他居然说这个地方只是一般的事业废弃物，有铜啊、锌啊、砷啊、镍啊等等哈，有些超标的情况非常的这个严重，所以请环境部协同这个团体哈到现场去采样送验。锌2800。款团互人看到现场查检的快台数据，嘛积极高雄市环保局伫咧今年2月有检警环侦办行动，现场采集9件样品送检，现在无超出有害特性认定标准，认定是一般事业废弃物。公民团体使用 SRF 仪器，其测值常为 TCLP 数值100倍以上，所检测的物质在环境中并非全数溶出。因该方法非属废弃物标准检验方法，容易误导民众，造成恐慌。高雄市府相关款团检验的方法，并不是废弃物标准检验的方式。环保局嘛已经要求限期清理废弃物，超过时间卖代替去做，进行后续求偿的工作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